姐，大王，你来得好快呀！这是大事。昨晚寡人收到姐姐的书信，立刻决定要来。哦，大王，你看这个。这东西，你们是如何拿到的？是雍瑞花了重金从义渠人那里换回来的。寡人一直希望这不是真的。另外，我这里还有一份从魏国来的密报。密报是否可靠？那报信人是当年我在魏国宫中的莫逆之交，绝无虚言。既然魏王用尽心机，一心要将大良造公孙衍收入囊中，寡人就不得不有所提防。来，大王，请上座。放开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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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冉，你不能进，姐姐，你不能进呐！姐姐，姐姐，救我！放他进来！姐姐，小冉，姐姐，姐姐来了，不怕。永香莲为何恐我弟弟？奉魏夫人之命。魏夫人，魏夫人为何抓个孩子？你弟弟偷了公子壮的宝剑，按照秦律要砍去双手。那宝剑不是我偷的，是我捡的。更何况你芈月也是读过书的人，岂不知礼法有云，男女7岁不同席。即便如此，此处是后宫，除了大王和各宫公子之外，不可以有其他男子，除非处过宫刑。小冉捡了公子壮丢弃的宝剑，就算有错，也绝非偷盗。至于后宫无外男，小冉是我弟弟，如今也不过是个10多岁的孩子。何况此事，我已经得到王后的允许。王后许可是私情，我行的却是秦法宫规。后宫不容外男，若是偶然闯入，或可逐出了事；若是奉诏而入，也不可过夜。你这个弟弟在宫中居住，已非一日，为避人口舌，只能宫刑。不准碰我弟弟！不准碰我弟弟！放开！姐姐救我！姐姐，不准碰我弟弟！你敢动我，死你全家！放开我！你动我！哟，气性还真大，可惜呀，景离孤身一人，吃饱了全家不饿。你找我来好了。别碰我！别碰我！你我无冤无仇，何至于此？我奉命行事，只是魏夫人有话，一定要等你来了才能动手。现在啊，时辰正好。姐姐，姐姐救我！这样水嫩的小童，只要一刀的功夫，就成全他了。别碰我弟弟！放开他！我求你了！你要什么我都答应你，不要碰我弟弟。我可什么都不要，只是魏夫人要什么，我就不清楚了。好，我懂了，我去找魏夫人。芈月是聪明人，早这么做，省了多少周折。姐姐，我好怕。小冉，别怕，姐姐一定想办法救你，别怕啊！等我，一定等我回来。姐姐一定要来救我！夫人，芈月求见。
芈月来了。我在焚香，如此雅事，只能心静，千万急不得，只好怠慢了。心死恶臭的人，再焚香也无济于事。有人死到临头，还敢嘴硬啊？你要害我，就冲我来，不要害我弟弟。谁敢害你呀？你可是当今王后的妹妹。至于那个违反宫规的小童，大王委我主持后宫之重任，不好因为你是王后的妹妹，我就徇私舞弊，只好按照规矩办了，对吗？魏夫人用不着兜圈子，你说吧，究竟要如何，你才能放了我弟弟？妹妹这话可就说差了，我向来都是与人为善，成人之美的。我看你在王后身边日日委曲求全，也并未得到什么好处。妹妹如此启年月貌，若是只以幼女身份终老秦宫，实在是太可惜了。先王后陪嫁中有一小臣之子叫魏成，20有余，与芈月年貌相当。我意欲为你们做个媒，这对玉姬为聘，如何？你要我离开这里？不是离开，是风风光光的嫁出去。只有这样，你才会放了我弟弟。2日之内，我会安排你出宫成亲。你与他成婚后就离开咸阳，随他去大梁吧。你那弟弟姓魏，说不定我们还是同族呢。我会为他在大梁安排一个出身，如何？只可惜我是王后的人，不能由你左右。眼下王后自顾不暇，哪里还护得了你呀？更何况你是心甘情愿的，她不能为了一己私欲，就耽误了你的美好姻缘。你如何才能叫我心甘情愿？这难也不难。王后眼下被禁足，是再好不过的。你乖乖地按着这上面的话抄写一封书信，就说你和魏成两情